画面画质好不好？我用了 4K，可以把你那个这声音太大了，就是狗狗在旁边，对它听力不影响，应该没事。我看一下。
早点来，不要在楼房这边跳。真的来比较早，今天是来景外来的最早的一天。消息说的是你早点过来，不要在罗马那边待。今天他对我心头伤。
这两个是西域不离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一起。我三脚架没架好，有点想晃，没架好，应该高一点。现在不好动了，现在一动的话，画面很抖。那我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动它了，因为我在操作相机。
消息太灵通了。他平常都有工作嘛。做生意吧。相机差点掉下去，卡槽没插好。这个三脚架不好用哎，修管理器算了。
조치나 포기시죠 독승야 달깔 보달라 자트나 사바 돌아다 기상 조치나 포기라 제죠 손자 기상 조치남 tuk기 제종 도소 소자리 융마달라 kum다 댐댐 샤프 소독자들 조치남 tuk기 제종 그 소자리 융마달라 거가나 댐댐 샤프 도다들 조치남 tuk기 제종 어린 영댕 내바가 조치나 거기라 제죠 Gurgi sarva jakka Kego pito Guru nawatu ya rujo Gurgi sarva jakka pepsho Ya Gurgi sarva jakka Gurgi sarva Jurcho Gurgi sarva jurcho Gurga kiko jurcho Togo ya tuse Shala ma tum pura ga su ye ga su ya le
들켜 소장당 굴기 들켜 소장당 굴기 전에 소독자 듣고 들켜야摸下来那个衣服的，外面那个衬的，对呀。
口气，这个歌好听哦。我把声音降低了一点，这个地上拍算了。飘摇你哟耶，烧呀啦手里是那片嘞，怕你呀比人把它骗嘞，哟，干嘛的嘞？送起不好的毛衣啦，啊，不在啥热闹的热闹中的，那金山真的干不过那叫你，要不能对比当中前的。的充满的摩擦不离啦。那当侬拥有所去的你哦耶，大家都从平庸的前面。马丁送的莫吉伊拉，啊，创造他们当你说来着你，用不上的莫塞里米弄了你，啊，吉他米克里了，干嘛的从马的莫萨莫伊拉。拥有愁容迷你哦耶，看什么东西你是前面嘞哟，马什么拉比高多长面嘞哟，干嘛的嘞送的莫吉莫伊啦，不是那隆咚咚啦耶耶，多一咚咚那没看来嘞，哎，我们不要比那个前面。马的草马的莫藏不依啦，这些俺做娘的做心做，今夜我做你做这样做，啊，这些人俺做娘的人的莫，来不及了。昨天台湾我来不到。还有宝号。好。
那应该是你的机场不行哦，我这儿很流畅的，开了5G了。现在有点卡
가지셔 거기다 화부셔는 지는 법쇼 아호야 이 파지는 지대 파면 뜨드랑이는 먼저 쏟아내서 얘들아 상신 대보다는 강한들 줘 땅알아도 가라도 내가 노여나도나 진짜냐 살아들라 뒤에 제비다지 부르지 신은 어떤 일을 사지는 그하지게 돈들을 왜나해르고 그들이 돈을 쇼는쇼 양도 성향도 쇼는쇼 아직도 들기고 쇼는쇼 샤나라 다도 쇼는쇼 처음엔 이게 쇼는 전화 보가 쇼는쇼 아호야 링어야 성초다 담은 나를 들기고 시노라봐 어디 밤을 마음지도 요나 답답해요 괜히 다시 전화를 쏟아지 아호야
từng sông đan biết vỡ la cho thông nào tôi chỉ nghĩ ta là đàn
来想用4K G3嘛，我觉得那个最高画质要直播嘛，没想到网络这边不好，因为这边人太多了，因为好多都在直播嘛，他们也是拍视频传网上。这边2个地方3个地方，应该看跳舞的应该有700、500、600人左右，因为罗马那边还有几百，罗马这边加这边应该有700、500、600人，但同时有网络这边肯定就不稳定。还是用普通的4G 算了，开了5G 的话，真的不说不清楚，随时要卡。4K 最高画质直播的G3嘛，这个穿队服的话，应该很帅气，是吧？没想到它的网络这么，我用了联通的，虽然讲是5G，但是不是5G。这边的看跳舞的人太多了，罗马在这边起码600人起来。这肯定就。
Nya te di
是没有问题。他。真的真的大松松情。
结束了。那个要我吗？社交昨天自己关知道昨天那个，我去开视频，他们看很，我都不晓得，之后他们说不是，我最后把调点儿，我其实说人视频正常，其实我觉得我看那个聊天室的时候，好几天一直卡，然后马上，我就今天现在，我把那个2天了。还有一点40名，人家还之前是对30名，他们就是还是不？对，人家都嘴巴会说。我来喝水。辛苦了。9点40。我这一天罗马那边边菜场。那个美女菜在罗马桥，罗马桥，就是那天那个。哦，那个走马廊嘛。啊，他那个桥的那个。叫你回家。那个。就赏给他了，赏给他了。啊，差不多了。我赏给他了，哦，肯定新车嘛，看到吗？这个效果能好看，看，专业。这个效果，这个效果比较好的。哦，这个贵嘛，这个效果好。前面高级过了。明天我调的时候录一下我。你现在就可以录。现在都可以录的嘛。明天等明天呀，最近时间长了。明天还你说可以介绍，你是这儿上课了哈？就是我以前那个罗马那边现在是教课，是单子给你剪了，知道了，记得到啊？就过去噻，我们就过去。他们以前没有把龙门阵，第一天他知道上课了，我给介绍，你看情况，结果那个时候的结果是他们那个看不得到，他不能到处是他一个，然后罗马那边结果他没开，现在这个脸那个，我就说没得一个东西，东西没得。对啊，这个不能朝地大。那搞这个，你这是要叫你妈妈啊，散了这个打了，你干什么呀？他的配工人，我正在直播。是什么平台呀？就油管嘛。油管。什么广告？平台东西。油管。等一下，我过来找你们，在罗马。这边呢，那些人。看人家那个，手机喝了。我刚。你天天录皮了没有？没有，昨天搞完有事，昨晚我没聊那个，没注意到。哦，没录皮吗？有3、4声子没录，没按那个。
这刚刚又没电了，专业摄像师搞 NG 了。这个马上自己没电了，马上关机了。刚刚我是就不一样了。像他们五一节的时候得不得休息啊？不得嘎。不休息吧？他们有些去那个甘蔗洲也去那个，他们科长那他们都要去，还有船务他们也去甘蔗洲去批那些科长部，他们去也批那个跳舞那些，他们有活动。他们好像是那边罗马那边组织的。五一节。我说可能我不去，我有娃娃了嘛，皮娃娃那些。我后面有。甘蔗洲，他们去那些跳舞的嘛，有活动嘛。你说是哪边？是那个甘蔗洲，就是科长他们那几个，还有那个这儿有个船夫，还给他就是戴眼镜那个，我们几个去视频的。快速嘛，抖音。啊？快速嘛，抖音。什么？抖音嘛，快速这是。什么？他问你是抖音。哦，没有，这个都不是。就是SK。这油管。YouTube 的。哦，刚刚电池被点了，把它关了。